Hello， 我係 Clover 珠寶顧問。天然同培育到底有咩分別？今日同大家傾下。首先講重點，兩者成分、硬度、火彩完全一樣，肉眼同專業測鑽筆都分唔出，全部係真鑽石，唔係仿鑽。天然鑽石係地球深處經過幾十億年高溫高壓先孕育出嚟，係大自然獨一無二嘅貴贈，帶住時光印記，稀缺性同收藏價值更高，適合追求傳承同情懷嘅你。培育鑽石係實驗室模擬自然環境，用幾周時間培育而成，品質純正可控，性價比超高，環保又親民，日常佩戴做分界都好合適，用更少預算擁有更大更閃嘅鑽石。簡單總結，追求歲月稀缺，收藏傳承揀天然，追求高性價比，日常閃耀揀培育，冇邊個絕對更好，最緊要係揀適合自己心意同預算嘅嗰一粒。